香港國際機場近期喺禁區內設立電競體驗區，俾離境旅客登機前體驗各類運動遊戲。電競體驗區位於機場1號客運大樓離港層，喺11號登機閘口旁邊，每日上晝10點到下晝5點免費開放，為期1年。裡面共有8項運動體驗，包括風帆、單板滑雪、單車、劍擊、網球、賽車，亦都有遊戲考驗反應。我就偏好踩單車嘅，咁啊單車幾得意嘅，但佢唔係踩得好耐，咁啊踩2分鐘，咁啊仲有咧有少少比賽嘅成分，咁我可以同你 partner 啊或者爹哋媽咪啊咁一齊去玩啦，呢個幾得意嘅。機場裏面咧有呢個有運動咧，其實係好吸引嘅，所以我頭先咧一路嚟都好興奮，因為咧我哋平時成日轉機嘅時候咧都會腳腫晒啦咁樣啦，咁我哋點樣可以舒緩呢個腳腫咧？就係可以做下啲輕騎嘅運動啦。細心留意遊戲畫面，亦都加入咗唔少香港元素。呢度每局遊戲限時1至2分鐘，想玩嘅乘客記得提早預留時間過嚟體驗。機管局表示一直重視旅客體驗，除咗電競，暑假亦將會推出一系列活動，包括下個月會舉行文化節。另外，機管局表示，早前啟用嘅2號客運大樓，目前每日亦都分流約2萬名旅客。今年咧，香港機場咧嘅客量咧係非常健康嘅增長。我哋啱啱公布咗咧，過去6個月咧係同年增長咧係11%。咁我哋都睇到咧，未來6個月咧個增長咧都係非常健康嘅。有啲報道話排隊長龍，咁其實啱啱咧係朝頭早一個早高峰，係一下子咧係一段好短嘅時間咧係有少少人龍。但係咧，如果你睇翻咧，我哋所嘅所準備嘅設施係遠多過需求嘅。鳳凰衛視記者謝俊亨報道。